好，歡迎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啊！嚟緊呢，我哋今屆咧已經嚟到第三屆全港中學地質大搜查啦。咁我首先介紹我自己先啦。咁我叫陳家俊啦。嚟緊呢，大家都見到個畫面上有另外一位嘅朋友仔咧，佢就係譚博士啦。佢就係代表地質學會嘅。好，咁我係其中一個聯席主持人，咁希望即係藉住今次個活動呢，我哋今年有一啲新嘅突破啦，咁亦都希望可以做得更加好。咁嚟緊呢，首先呢，先俾啊 Dr. Tammy Tan 咧，首先做咗基本嘅介紹先。咁我哋嘅組織基本上大家可以上翻我哋嘅網頁呢，就可以了解清楚啦。咁呢度不用多說啦。咁俾而家時間呢，就交俾譚博士啦。好，唔該晒 Jan。咁大家好，好多謝大家咧參與今日嘅簡介會。我係譚佩玉，大家可以叫我 Tammy 嘅。而學會嘅抱負同使命咧，正正同野外動向嘅教育理念非常之相近，所以我哋咧係非常之高興咧，能夠合作舉辦第三屆全港中學地質大搜查。我哋咧旨意在於加強本地嘅地質研究，培養咧大眾同對地質嘅知識，同埋佢哋嘅興趣。我哋亦都深信咧，地質知識咧係實現咧而家我哋所提及嘅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嘅一環。而推廣呢啲地質知識咧係我哋嘅責任。學會咧經過多年嘅努力，已經成為咗香港一個受重視同埋尊重嘅學術團體。我哋持續嘅理想咧係向學生、老師、公眾同埋從事地質工作者咧提供增進地質知識嘅機會。希望咧係推動香港嘅地質科學，並為專業人士同埋地質業餘愛好者咧提供一個交流平台。學會自成立以嚟，定期組織本地同埋海外嘅考察，探討唔同地方嘅地質。今年呢，我哋更加有幸得到各方學術同埋政府嘅機構支持。記得上一年呢，接近有50隊咧參加，嚟自42間中學嘅學生同埋老師都係踴躍參與嘅。我哋咧見證到新一代對地球資源同埋全球環境議題嘅關注，佢哋不單止利用自己所學，更加咧喺活動入面咧表現出色。全港中學地質大搜查咧唔限制同學嘅背景嘅喎，歡迎大家咧運用你喺學校所學到嘅知識參與活動，並且咧增加咧地球同埋周圍環境咧嘅認識。而家咧我哋將時間交翻俾 Jan。等佢咧同大家講解更多活動嘅詳情。多謝大家。好啊，多謝你啊，譚博士。係啊，因為我哋過去從呢個疫情開始咧，其實我哋已經希望可以為到中學生做多些少嘢啦。咁所以我哋就邀請咗香港地質學會一齊去合辦呢一個全港中學地質大搜查。咁亦都要感謝一眾嘅籌委顧問啦，同埋支持機構嘅。咁大家會見到啦，其實我哋過去嘅籌委顧問咧，都係陣容非常鼎盛啦。你見到有李樂思博士啦、陳龍新教授啦、林建之客席教授啦，有前地質學會主席招漢前博士啦，同埋我另外一個活動野外大搜查嘅崔家祥校長都好鼎力支持我哋嘅。咁而今年咧最特別嘅係乜嘢咧？就係頭先譚博士都講過啦，就係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咧已經成為咗我哋嘅協辦機構，係協辦機構，即是話我哋過去嘅努力咧，亦都得到香港地質公園咧嘅全力嘅認同，而佢哋都希望再進一步支持我哋嘅工作，希望我哋做好啲。咁而其他嘅支持機構咧，包括嚟自中文大學啦、香港大學啦、浸會大學啦、化石相關嘅單位啦嘅地博物館基金啦、香港課外活動專業協會啦，同埋香港價值觀教育協會咧，佢哋都會鼎力支持，希望將呢個活動咧推動俾更加多嘅中學同埋有興趣嘅朋友知。好啦，詳情咧，其實今年個活動同上年基本上個形式係差唔多，但係因為 location 咧，我哋選咗今年個地方咧，你見到我哋嘅 background 啦，地方啊，嗰個就係東平洲啦。咁今年咧，亦都要大家留意，就係繼續係一個跨年學生升學嘅學年嘅活動嚟嘅。我哋係容許咧老師咧去揾學生補上個空缺嘅，只需要以電郵正式通知翻大會咧就可以噶啦。OK，好啦，今年咧亦都繼續係由一個老師帶住3個學生成為一個4人小隊繼續參加嘅。好啦，咁最重要就係因為過去頭先譚博士都講過啦，有成40幾50間學校去參加啦，有好多隊啦。咁我哋希望最終咧都會仲有一個全場總冠亞季軍去表揚咧最高個得分嗰3隊嘅。
而大家要留意啦，由即日起，或者由今日，我哋個網上簡介會開始，至到嚟緊嘅6月21號星期六咧，就係呢個正式接受報名㗎啦。咁每間學校咧，我哋只可以最多接受到兩隊嘅隊伍，即是話每一隊由一位老師同3位嘅學生參加嘅話咧，咁記住啦，就係兩隊，最多係兩隊。如果萬一嗰間學校只可以派出一位老師，而要派兩隊嘅話咧，要喺個表格註明。老師係同一位老師就 O K 㗎啦。咁我哋希望可以接受到即係嚟緊嘅中二學生啦，同埋中六嘅學生之間，佢都可以參加嘅。咁最緊嘅咧就要填清楚嗰個參賽報名表格啦。好啦，咁報完名之後，咁個日程係點呢？我都想喺度藉住今日嘅網上簡介會咧，略略同大家講解一次。咁第一個活動咧，基本上就係喺7月12號星期六，一樣係11點至到中午嘅1點之間嗰2個小時。咁地點咧就會係香港嘅中文大學，地點會係隨後再通知大家。咁內容咧就會係一啲最新嘅公佈啦，同埋一個新嘅 topic 就叫香港的岩石同埋礦物。而主講嘅嘉賓咧，鄺曉晴小姐咧，佢係香港地質學會嘅副主席，亦都係現任嘅香港大學地球科學系嘅講師嚟嘅。咁所以各位同學千祈唔好錯過嗰日嘅活動啦。咁亦都會計一啲唔同比重嘅分，大家自己留意翻啦。好，第二個活動咧就會係8月23號星期六，時間一模一樣，係11點至1點鐘。咁地點都係中文大學。咁我哋亦都會有一個問答比賽，而問答比賽之後咧就會有一個專家講座。咁今次個專家講座嘅講題咧就係講古生物同化石，就龍德進先生，佢喺呢個恐龍化石工作室度工作，咁佢係一個資深從事呢一個古生物同埋化石嘅工作嘅專家嚟嘅。咁希望各位同學都可以除咗地質之外，以外資訊都可以學多啲嘢啦。咁第三次活動咧就係9月20號星期六，咁呢一個活動咧就會移師去到香港大學，香港大學就會由朝頭早10點至到下晝3點鐘。咁而入邊會主要分2個部分，同上年有少少分別。因為香港大學佢哋嘅團隊咧，希望所有同學咧都可以參與晒第一部分嘅講座。佢哋亦都誠邀咗2位佢哋嘅教授咧，係喺嗰日咧做2個唔同主題嘅分享會。咁希望可以同學學多啲嘢啦。咁第二部分咧就會係去參觀呢個許士芬博物館。咁許士芬博物館嘅詳情各方面嘅資料咧，你就可以上翻大會網頁咧就可以睇到噶啦。好啦，嚟緊咧最重要咧就係去到10月啦，10月4日咧就係嗰個地質大搜查日啦。即是話你哋學完嘅知識，或者喺個暑假過程進修嘅所有有關香港地質地理嘅知識嘅情況之下咧，哇！你哋大派用場啦，就會喺10月4日嗰日去落到喺個東平洲。咁頭先個形式寫住係問答比賽當日先公佈咧，緊記啊！所以我哋希望每個活動日咧，同位朋友咧都要出席啊。如果唔係，你就會 miss 咗啲好重要嘅提示㗎啦。好啦，咁而另外就係因為天氣嘅問題啦，我哋都會預定一個後備日，就係如果10月4號係唔得嘅話咧，我哋就會順褪一個星期做呢個地質大搜查，所以所有參加嘅老師同同學都要緊記呢個後備日。好啦，咁我哋今次去東平洲就唔同上一年去馬士洲啦，再前一年去呢個萬宜水庫啦，就要坐船咯喎。所以咧，我哋會約大家咧去到呢一個馬料水碼頭，charter boat 啫，係會車大家去呢個東平洲，我哋一齊喺船上面嘅。到其時咧，我哋船上面咧就會去派發呢個物資俾大家，同埋會喺船上面講解一啲細節嘅位，因為我哋嘅船程都比較耐。好啦，咁去到嘅時候咧，當地咧，因為我哋會有一啲，而家當然要賣一賣關子啦，但係我哋會俾更加多時間大家做一個實地嘅地質考察，就係有成210分鐘，即是話3個半鐘頭。因為經過上次呢一個嘅馬士洲咧，好多朋友就話：哇，我唔夠時間做啊，唔夠時間做啊，仲想做多啲啊！咁我哋今次因應大家嘅要求咧，我哋提升到210分鐘，即係有冇係3個半鐘頭嘅實地考察，去完成喺東平洲上邊嘅工作。好啦，跟住完咗之後咧，我哋就會用翻同一架船，車翻大家翻去呢一個馬料水碼頭度解散㗎啦。咁呢個過程入邊咧，我哋就會同以往一樣啦，會收翻工作紙啦，同埋大家需要係 WhatsApp 翻啲圖片，去交呢個工作紙上面嘅答案嘅。去到11月啦，11月1號咧，香港聯合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佢哋嗰邊咧就專登為大家咧安排咗一日咧一個工作坊同埋專家講座。咁嗰個詳情咧將會喺日後繼續公佈，所以大家緊記所有重要嘅日子啦。
咁而去到11月29號星期六咧，就係個頒獎禮啦，同上年一樣或者同上屆一樣啦。我哋都可以睇翻上一屆、第二屆全港中學地質大搜查嘅網頁或者一啲活動花絮，你就約莫會知道發生咩事㗎啦。係啦，咁所以大家緊記晒以上所有日子咧，跟住嚟緊咧就可以去報名啦。跟住嚟緊咧，記住留意大會嘅網址同埋呢一個 QR code 同埋嗰個 Google Form 咧，都已經係開放去接受大家呢個參加報名㗎啦。咁而所有嘅資料都喺大會嘅網頁上面已經刊登清清楚楚。最緊要記住係每一間最多只可以派兩隊，只可以派兩隊嘅啫。咁所以亦都最後啦，藉住呢一次嘅機會咧，再次多謝過去咁鼎力支持我哋嘅學校、老師同埋所有嘅學生。如果嚟緊你哋新一屆嘅學生想參加，想俾多啲唔同嘅朋友仔去接受呢一個大挑戰嘅話咧，就積極去推動俾身邊嘅朋友。咁再一次多謝大家。咁今日嘅簡介會咧，基本上咧就嚟到呢度啦。咁啊，Tammy，你有冇一啲嘅想再補充啊？好啦，最緊要係大家踴躍參與，希望嚟緊第三屆咧都見到大家新鮮嘅面孔啦，同埋更多嘅同學仔。好，OK，我哋短短之內咧就將今日嘅網上簡介會咧同大家發布咗啦。咁期待你哋嘅報名啦。OK，拜拜。